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17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关心疫情，昨是增加41430个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4万例。指挥中心推测讲，伫咧9月1日、2、8才是疫情的高峰，所以10月份边境检疫要放量做0+7，机会是无大。另外，莫德纳新配方的疫苗，头一批80万控4000剂，昨暗已经到台湾啊。网络传讲10月7日，咱国都要开放边境检疫，为3+4放量到0+7。到时阵入境人数单日放量到2万人。东部解除旅行社的禁团令，对这代志指挥中心证实，10月解禁有可能，啊，毋过伫10月初机会真小，因为这届疫情可能要到后礼拜39月21，还是到9月28，才有可能到最高点。或者是下周三会是这个最高点。好，那最高点过后。那我们看它的趋势要往下，相关措施都会影响到很多变化哈。那所以也需要给各部会、各单位还有各业者、民众做准备时间。所以应该不会在10月上旬这么快。国内10日新增加41430例本土个案，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46例死亡，连续4天超过4万例，比起顶礼拜同期增加2成左右，持续欠悬。指挥中心提醒，国内12岁以下的囡仔累计已经有211例中重症个案，其中86%拢无注疫苗。我们还是特别要提醒有幼儿的这个家长要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带小朋友去接种疫苗，针对这个重症，包括说脑炎、肺炎以及染疫后的这个密斯 C 都会有很好的一个预防效果。指挥中心也宣布，莫德纳 BA.1 次世代升价疫苗头一批80.4万份，会伫10日到位。检验了后，一定伫24后礼拜6配送到各地，会提供予65岁以上的长辈、长照机构的住民，佮有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能力差这3种人带先住。指挥中心佮呼吁，疫情也搁伫欠悬，符合注射的民众唔通搁拖，爱赶紧完成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最近收复真侪领土，不过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因伫伊久姆这个城市发现讲有乌白大的蒙阿波，乌超过400个空，甚至为提个好亲像互领地的款。泽伦斯基也呼吁国际要承认洛西亚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伫通阿波乌遗体详细收证了后，装入尸袋啊。后续会比对身份，乌军伫伊久姆郊区一个森林发现这个通阿波，根据当地警方表示，有445个文献，虽然14架顶悬只有数字无名字，啊，不过拢代表真侪无辜的生命。Вбиті військовими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От зараз ми згумували першу могилу, виявили труп. На шиї даного трупу є мотузка, є тілесне ушкодження на кінцівках даного трупу. Це все свідчить про катування. 乌军最近收复真侪失土，包含哈尔科夫要塞都市伊久姆。总统泽连斯基亲身来遮巡视，佮发现真侪人互乌军杀害了后，在地的郊区的通阿波，当局证实伫1月遗体顶悬发现做着酷刑的分者。泽连斯基佮呼吁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的源頭。Росія вже стала найбільшим джерелом тероризму у світі, і жодна інша терористична сила не залишає по собі стільки смертей. Це треба визнати юридично, треба діяти. Якщо такого визнання Росії державою, спонсором тероризму не буде, це буде зрадою усіх. 这火车到基辅，欧盟指挥会主席冯德莱恩伫战争爆发以来第3摆访问当地。伊表示，甲顶一摆比，基辅民众如何回归正常生活，互人印象真深。就算力挺乌克兰爱大量经费，但过自由更加无价，所以欧盟也继续支持乌克兰。As in the last month, today more than 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Ukraine get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Ukraine has proven that it is capable if it has the capabilities provided by, for example, the member states or other friends. That is absolutely important. 冯德莱也指出，乌克兰加入欧盟定数进展顺利，双方同意伫经济问题上增加合作，确保乌克兰企业发展，佮提升收入，对加入欧洲单一市场才有帮助。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这回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垦丁今年休热超过66万观光人次，已经接近疫情进前的标准。屏东县府强调讲，会继续推广在地行销，来迎接各类的人潮。接下来，咱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公车票是15块，不过运价大约19块外，要政府来贴钱。台北市府讲运价要起到23块外，补贴也要对每一档28亿增加到41亿。公车票钱是未改变。这条长议会交通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上紧第213套跟等待公告实施。落尾是看《联合报》，国安局长陈明通进前予亚公，7月采用公款去泰国观光参访。国安局是罕见驳回，不过最近连陈明通离境泰国的时间、酒店的手机、离境的相片拢予亚亚出来。国安局是回应讲，这报道拢不是事实。不过也有人质疑讲，陈明通的行踪拢予人掌握，这是牵涉到国安的问题。接下来，咱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昨发表落港的政策，不过说予无党积极对手黄珊珊批评是咧压钱。不过也因为台北市府公布讲，这个敬老卡要发660块，国民党也甲批评是现任的市长郭文哲在替黄珊珊做选举。让世界的行事历有台北。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16发表城市创新政策。蒋万安讲，未来台北会参考美国德州 South by Southwest 活动的经验，结合音乐、电影、科技等等系，举办大型夏令型的活动，吸引国际旅客来台北。有这么多的国际观光客或是专业人士、商务人士来到这个城市，带动的不止旅宿、交通、餐饮、商圈。第三，很重要。我们要进行相关跨界、跨域的对话。在教练指导之下，体验风神术，无要让蒋万安家己出风头。民进党陈时中也伫19发表劳工3钱政策。不过，说好无党籍黄珊珊认为是咧压钱，但是面对质疑，讲家己的政策是伫现有的基础顶悬，搁再加强。这都是一个扎扎实实在社会目前配合相关劳动的政策，还有我们这个劳动部等等这些政策里面的一个补强的措施。所以只用形容词来批评政策，而不看政策的内容，我觉得不可取。无党籍黄珊珊早时参台北市长郭文哲出席同一场企业 ESG 活动，针对市府要发660块到敬老爱心卡，和国民党批评是为了黄珊珊选举来做拍算，黄珊珊出面驳回。很多长辈或者是我们的身障朋友没有办法出门，他的480点没有用完，是整笔预算拿出来，跟去年一模一样的是来回馈这些相关的爱心跟敬老卡，跟选举一点关系都没有。黄珊珊表示，相关事项顶会期就有甲机会说明过，当时阁有人批评660块伤少，唔知为什么即马阁颠倒头来批评。记者郭文定随正派文台北报道。汤市长参选人张善政，25年前伫 Acer 食头路，主持农委会研究报告，不过即马互指控讲有抄袭。农委会发现讲有6篇报告的内容相像，伊也发公文互 Acer 甲张善政，爱因伫9月30进前来说明。互媒体指控抄袭，这份 WeMax 和无线网络应用伫农业的研究报告。农委会副主委陈俊贵指出，虽然讲大陆顺序拢无共款，但是781字内面有600字含经济部的新闻稿拢共款。他并没有列入他的参考文献，就会让人家误以为是研究报告是原创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农委会是找出96年到98年之间21篇主报告，伊阁有用这单位使用的工具来做专门比对，设定比对的条件是2项半大约50字，若是有重复的会显示。发现有6篇重复度较悬，重复的比例是2成外到4成。副主委陈俊贵讲，即马国无法度认定是侵权，爱等风机公司和计划主持人张善政伫30号进前来做书面的说明。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会去强调说它就是抄袭，但是它明确的是引用他人的文章，并没有去注明。无论如何，我们坦荡坦然。针对农委会的主张，我们会以前计划主持人的角度，配合必要的厘清以及说明。但是针对报告，张善政强调，合约内面有条款是要求要保守秘密，未公布资料是受限这个条款。但是主委陈吉仲讲，所有的报告拢已经改变。
装睡的人叫不醒，他们就是希望还是把这个案子引向抄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农委会认为已经没有所谓的保密的这个理由的这个存在。房监社伫内面的风机公司是发声明表示，收到公文了后会做内部的研议，再回予农委会。农委会指出，若说明了后，共款无法度研判监视侵权，就会另外做专案会议，外部的专家的人数超过一半来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台中有一个46岁女性，伊伫健身房用史密斯设备来训练尻川甲大腿的时，人雄雄就昏去啊，去卡着头，送病院进前一时都无喘气甲心跳。健身教练是表示，时常拢是姿势做唔对，或者是出唔着力，才会受伤。未少民众为着维持身材，会去健身房来运动。不过，台中有一个46岁查某人，昨个伫健身房家己使用史密斯架训练椅来进行训练时发生意外，警方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了解状况。因为我朋友在里面啊，他刚好来的时候有看到，他说刚好来的时候警察有来，他说敲到头有撕裂伤。该会员是在5点多在饭店自行运动时突然发生意外，现场立即给予协助，并通报119，送往中山医急救。业者强调，健身器材史密斯架有固定的轨道，会使防止这个杠铃摇叮当，是真安全的器材。当时这查某人是停止动作了后，雄雄倒来，才造成这后脑去磕到，而受伤。其他健身房的教练是讲，用杠铃训练尻川皮是靠下半身的力量，用卡车片来击杀，那颔棍挑杠用力就开始发生意外。他可能是施力点不当，然后再来就是他可能有刻意去弯脖子，想要让脖子往后仰，帮忙到让他的臀部抬起来这个动作，或者是他的身体过于前面，让脖子去碰到椅子，对，那可能会有这样的危险发生。因为教练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他们自己选择要不要额外去做的事情。有健身的民众讲，史密斯架家己操作无困难，教练的指导是另外付费的选项。调查副医是讲，这查某人到院进前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了后恢复生命正常，今也伫咧救治。到底这查某人昏倒是本身的疾病，也是操作器材了后受伤所造成的，也有待警方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美国老师，伊旧年朋友小姐来台湾食头路。结果，伊伫补习班食头路，煞互即个朋友提走居留证，搁互乌白收钱。毋过，因为伊无法度去补习班趁钱，就去私立的小学代课。结果，即个朋友竟然搁甲伊检举。希望找到公平正义。美国籍特教老师哈利伫限期出境要到的前10点钟，完整讲出来台湾愿望煞拄到补教乌心定人的过程。They detained and seized my ARC, and I never received it. Very disappointed in how these people can be very scary Taiwanese, because I understood Taiwan to be a very safe place. 居留证互人扣去，办良民证要2万。哈利讲，去年2月来台湾了后，都互丁人 Gary 用各种名义讨钱，搁互伊监控。已经签约的补习班工作一直无消息，伊就去私立小学代课。7月，伊求助劳工局等单位协调甲补习班解约，无想到去 Gary 甲劳工局检举非法工作。小学去人罚15万，搁无提出诉愿，伊爱伫16进前离开。I didn't expect for it to go like this. And it's even harder to think that I was his friend in the past, and he then changed very quickly. 记者会后，媒体当哈利的面前卡电话予 Gary， 伊否认所有的指控，强调费用是带因兜的租金、甲水电以及办文件，居留证无扣押是摕去办劳保。他有付房租，然后当时他要翻译所有的文件的时候，然后请人家去委托人家去办这些证件。当时补习班一直叫他去上班，他都不去。17 0点开始，哈利无出境，恐惊互人强制遣返。伊甲委任律师希望新北劳工局会当重新检视撤回违法工作的认定，渐慢离境。这个部分是由教育部跟移民署去做处分，所以建议外司尽速提出诉愿。新北劳工局建议哈利应该甲教育部甲移民署提出诉愿，申请暂慢执行出境。Gary 好亲像违法中介，会进行调查，若做有违法，会依法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市的天后宫是12年做就一届，后礼拜又要开始咯，而且这届白沙屯的妈祖也搁要来台东绕境。这也是伊300年来头一届来台东游景。
红红做超级跑车的白沙屯妈祖，接受台东天后宫的邀请，16号是坐过半的台湾，下晡到台东开始伫市区绕境。这是白沙屯妈祖安祖供天宫300年来第一摆到台东来绕境，时间是1天半。新桥经过台东市区，沿路是真侪民众逢声来拜拜，还有一队民众希望得到妈祖的保庇，是跪伫路仔顶软脚卡，还有行过的民众摕到保身符嘛，真欢喜。人家说妈祖很灵验啊，来看一看。这次来到台东吼，实在非常欢喜，看到遐侪人，你来讲这白沙屯妈，实在有够欢喜啊！白沙屯妈祖和台东市天后宫妈祖嘛是第一摆同时间来绕境，来到台东县政府头前的广场暂时停落来，接受县府和民众的祈福。台东遐绕境的吼，会当讲这个疫情，我会当早起消费，爱大家做生意的大赚钱，爱大家平安顺利哦。台东市天后宫表示，后礼拜就要举办12当一摆做桥的祭典，白沙屯妈祖先来绕境，为这场地方宗教界的盛会先带来一波高潮。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的婚烧厝者有一个破香卡的传统产业是真出名，社区连续26年拢办教学的活动，就是希望会当传承这项珍贵的工艺甲文化。工艺师为吉地开始，一步一步破香卡，互下骹囡仔看。家己是林心里的婚烧社区举办祭香的工艺活动，互囡仔来认捌在地历史。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参与，孩子可以了解这个保有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如何跟生活之间做一个结合。婚烧社区具地号名婚烧厝，来往自路城的婚烧古道边仔都是地藏庵，过去就是以破香卡出名的产业自路。不过人工的祭香产业互机器代替了后，这门工艺用要失传。加在社区26栋内，一直都有举办破香卡的教学活动，希望会当来传承记忆。阮这条营销古道会当讲家家户户拢是破香卡，啊，一年四季拢是咧拍香卡花，所以才有一句话讲，温烧厝的这个香蕉花，一年四季拢咧开花，啊，开的是香蕉花。70岁区景分讲，伊自7岁就学破香卡，为要保留社区的特色文化，嘛希望会当找着人来学。希望传统工艺莫因为无人传承消失去。年轻的一代，他们不知道香的由来是怎么刨出一根香来拜拜，就是要从我们的表演。带囡仔来上课的老师表示，这拢13年的囡仔，大家对得变做香的过程甲工艺拢真有兴趣，嘛希望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保存，互后一代继续有学习在地文化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高雄的公山的统一戏院伫在地经营30多档，随着疫情甲新戏院影响，即马宣布9月2日要收起来，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无彩。一个人尔。电影线场行出来观众只有一个，这间位在高雄公山的统一戏院，在地经营30几年啊。近几年是公山唯一的电影院，随着疫情的冲击，甲新的影城伫今年6月来开播，15深夜伫官方的面世宣布，9月2日正式来停业，也提醒厝内底要有电影到外县的民众赶紧来看用完。地方上算是一个标的点啦，那熄灯之后，对大家来讲算是一种损失啦。小时候的回忆了，这边其实所有的冈山人都会觉得很舍不得。刚刚才知道他们决定也是很匆忙，然后一天可能才只有1、2个客人，不得不了。昨戏院要关门啊，民众参加买票来看。民众提票时阵感慨真深，伊讲家己3岁时阵头一摆看电影，就是伫这间戏院。几20年过去啊，戏院虽然旧啊，却是在地人自细汉到大汉的回忆。3、4年来一直都呈现亏损的状态。所以没有办法撑下去了。业者讲，戏连续3、4年拢了钱，有当时啊早起场只有1人入场，连水电费拢无够付，无到负担之下，只好来停业，也无拍算讲要转型成做2轮的电影。然后这间学生讲，这是全台湾上俗的首轮电影院的统一戏院，会在26建立历史。另外，除了公山统一戏院以外，新曲港的上区的奥斯卡影城、宝藏理论片的十全影城，也佫有梦时代、戏本客影城，连续在今年2月到4月底结束营业。统一戏院已经是高雄第4间电影院来停业了。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过身了后，无将伊的大厝停伫西敏厅，民众要来致哀，伫遐排队排11点半钟。不过边仔的店家生意也是强强滚。
排队人潮真济，一直排到真济路口以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车牌过身了后，人球为当地就是开始为北京汉宫刷联到国会大楼、西敏宫的西敏厅，互民众去悼念。不过对道的人潮伤济，就算西敏厅内底实施分流，队伍游园排到超过7公里，互队伍经过店铺胜利是真好。Last 2 days we've been extremely busy. We usually open at 9, but for last 4 days we managed to open from 7. 根据英国政府的人流监测系统显示，悼念的民众平均爱排11点半钟的队伍，才会当进入西敏厅。麻烦民众爱用各种方式来度过时间。悼念的时阵，有人面对灵柩鞠躬，有人穿军衫行军礼，也有人流着目屎来对倒。I'm a security guard, and I've taken 1 week off without working, without pay, to come and show my respect throughout the whole funeral, because she was a fantastic head of state and head of Commonwealth. 女王过身了后，威廉王子和人民族威尔斯亲王加尔凯特正做威尔斯王妃，这嘛是伫戴安娜了后头一位正做威尔斯王妃的王室成员。外界咧要凯特会互人起来甲过身的戴安娜王妃做比較。I think that now that Catherine has the same title that Diana had, Princess of Wales, there'll be all kinds of comparisons. It's a different age, a different time, and I think Catherine will do her own thing. 英国王室传记作家兼记者莫顿认为，戴安娜甲凯特拢知影家己的立场，嘛就着身份做慈善工作甲公众责任。像凯特伫2009年提倡的儿童早期发展议题，戴安娜当年嘛有反地雷甲关心艾滋病的议题。不过凯特会用家己的方式来做新的威尔斯王妃。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瓜地马拉一个城市办演唱会，所发生人打死人的意外，上无有9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另外，伫肯亚有真侪民众为着要看总统的就职典礼，竟然甲维利亚萨河岛造成60个人受伤。流行乐团并未演出，大概观众对因哪唱哪跳。瓜地马拉第2大城克萨尔特南哥伫独立日前举办演唱会，庆祝脱离西班牙殖民201年。因为这是连续2年，因为疫情取消了后，头一遍搁办，所以吸引一寡民众做伙参与。无想到散场的时阵，大家拢争起干那2个出口，煞发生烧烟烧杀，搁因为现场捌落过雨，一寡所在正湿，有人无细意厝倒去，结果才发生烧大的悲剧。Ahí es donde sucedió pues de que ya de tanto apretazón ya no se dieron cuenta ni qué se estaban dando y como ya estaba oscuro se empezaron ahí sí que si se pelearon o qué hicieron entre ambos se empujaron y cayeron y ahí es donde sucedió todo esto. 这个意外造成9个人死亡，20人受伤，包括2个12岁查甫囡仔也不幸死亡。有民众认为主办单位无做好安全疏散的工作，有管理缺失，应该爱负相关责任。详细事故的原因，当由警方深入追查。伫肯亚首都奈罗比，原来有类似烧大的乱象。13新总统鲁托就职典礼，伫一位会当入去6万人的体育馆举行。迄天透早5点，座位已经客满，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客伫入口的所在，加警方伫对象，阁有袂少人规气变过维利亚硬走入会场，希望见证历史。结果维利亚煞倒去，才会发生烧大意外。Fence fell down. It was pushed by some people, and about 60 people got injured. 肯亚总统大选结果捌有一寡争议，得票超过一半的鲁托，互对手指控选举舞弊。不过肯亚最高法院到尾也驳回上诉，互鲁托顺利宣誓就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头的温度22度到33度，早暗较凉冷。因那风台南马都已经转做强烈的风台，基隆北海花、东部、恒春半岛沿海拢要注意长影。咱来看温度，今日透北风，水气高。这两日东部、北部会落地渐雨，其他的地区拢是侪云好天。过到东北部甲侪大山区拢会落对降雨。各地低温大约是22度到24度，日时的高温会到30度到33度，每日的温差是真大。另外，风台南马都已经转做强烈风台，可能会向西北行，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基隆北海花、还有东北部、恒春半岛沿海和马祖，拢有可能起2米到3米的风影，民众得要注意。咱做回来看各地头的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伫中部地区是22度到32度。伫南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伫东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伫外岛地区是25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